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7月11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做伙來關心今仔日的新聞重點。風台當日瓦近恆春半島靠14級強陣風，今下晝到尾暗暝，風台離咱上近，風雨會上強。風台影響北台灣，山區雨真粗。這市區因為風傷透，在雲門烏線頂高架路段，今仔日隆重停駛。LARP 實景角色扮演，手工做服裝、道具場景，甲遊戲的角色帶來真實的世界。中度風台包圍，目前佇咱台灣東北邊大約200外公里的海面上，是以10點鐘30外公里向西北邊來行駛。暴風圈啊是長達佇咧台中以北、南投、宜蘭、花蓮的陸地。這回來聽氣象署最新的說明。大家好，氣象署持續針對八威颱風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八威颱風的位置目前已經來到台灣的北部海面哦，距離台北大概只有200多公里，正持續每小時大約30多公里的速度朝西北的方向往中國大陸的方向前進。今天下午到傍晚，它就會逐漸通過北部海面。目前整個螺旋雨帶慢慢已經影響到台灣地區了。那最主要影響的區域就是在整個西半部的山區哦，所以尤其是在嘉義以北的地區，目前的雨勢都是比較明顯的哦。那所以氣象署持續發布豪大雨特報，針對的區域就是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有豪大雨的。那特別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區是有超大豪雨。另外北部地區還有宜蘭的山區，另外就是南投的山區、雲林的山區以及嘉義的山區是有大豪雨，其他的區域大致上也是有豪大雨的情形發生。到了晚上之後，我們剛才從雷達回波圖看到，其實整個台灣地區的風向已經慢慢轉為是比較偏西風了，所以我們預期到了晚上這樣西風的情形還是會比較持續，所以在新竹以南的山區還是要特別留意豪大雨的情形，一直要到明天的白天以及明天晚上，整個颱風都遠離了之後，台灣附近的降雨才會明顯的緩和下來。風台離咱當近，台南以北東半部有的所在是靠11級的強陣風，恆春半島甚至是有到14級。氣象署是警告講，今下晝到尾暗暝，風台是離咱上近的時陣，風雨會上強。待到明仔載暗時，這風台離遠去了後，這雨勢才會轉好，請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台北市內湖路樹後強風吹斷倒地人行道，風台把灰走到接近台灣，目前將華西北南投甲東半部地區攏佇陸上警戒範圍。氣象署預估下晡到尾晚風台會上接近台灣，也是落雨上厲害時陣，北部甲中南部人要特別注意在延時強降雨。台中以北的山區是超大豪雨，另外北部地區、新竹以北，還有宜蘭的山區、南投的山區以及剛剛提到的雲林山區以及嘉義的山區是大豪雨。那可能出現驚人雨勢，風太大來強陣風，趕快來注意，尤其是可能在都會市區產生急降效應，加強破壞力。氣象署表示，台南以北東半部出現比較高級強陣風，台南到新竹、宜蘭、花蓮、南投山區有接近11級陣風，恆春半島甚至出現14級的陣風。受到颱風與地形的影響哦，這個區域的風力特別的明顯，已經接近14級左右的強陣風，甚至出現14級的陣風哦。所以剛剛在10點多的時候，氣象署也針對恆春半島以及蘭嶼地區發布強風告警。今天關一直到華東沿海地區愛設置6公尺以上巨型，氣象署已經針對相關地區發布巨型警告，其他沿海區域要注意3公尺以上長型，提醒民眾避免去海邊活動。台東沿海一直出現長型，雖然台東縣是台灣本島維持無宣布放風台假的關係，今日就到南市停班停課。館長廖慶良面冊和網友觀點，縣府趕緊出面說明。是依據昨天中央氣象署以及我們縣府專業團隊所提供的風雨資料所做出來的一個專業判斷。中央山脈它作為一個護國神山，也是有效的阻擋了風雨對台東的影響，所以我們今天才會宣布正常的上班上課。
台東縣府強調，繼續開設自己應變中心，隨時因應風雨變化。各縣早起9點包含嘉義市屏關，因為中風特部有20縣市開設1個應變中心。同款發現中風特部的金門縣是開設3個應變中心。各地繼續備戰包圍風台可能帶來災情。記者綜合報道。各地陸續是傳出這風台災情，咱先來看雙北。新北山區是已經落大雨，新北三甲的大壩溪串流，新北市有風性鐵力的範圍也已經擴大，增加淡水甲深溪。也若是台北的陽明山，這個是白亞甲烏多擺是去互風雨線線倒。台北市長蔣萬安佇咧災害應變中心坐鎮，提醒講這平地市區的風是真有可能會達到11級，雨量嘛有可能會達到超大水害程度。因為這風真透，台北捷運的高架路段，親像是文湖線，也閣有淡水到民權西路頂，攏總停駛。雨水直直滲佇車的頭前窗，車身嘛咧搖撼，像草山的路面，會當看到路邊攏是風滲落來的樹葉甲樹葉，山頂是風透雨強，連車閘啊、烏多擺攏叫風線倒。面對風台，市長蔣萬安固守災害應變中心。風力甚至在市區平地會來到10到11級的強陣風，於是累計24小時的雨量會達到390毫米，這種大豪雨等級。那山區更不要可能是超大豪雨。蔣萬安講，氣象團隊觀測到大屯山甲文化大學攏出現12級的強陣風，石牌啊、科教館嘛有9級的陣風，預測風力甲雨勢攏會繼續變強。0025豪雨造成內湖積淹水，我們可以看到在金龍路一帶，不管是店家或是住戶都提前做好了防台準備，在門口堆好沙包。上次大概淹到這邊，就是大腿，然後他們都是淹到整個灌進去，所以那個沙包都先堆起來。本來台移動式的抽水機嘛已經全好勢咧等指令隨時出動。根據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統計，到10日早起7點為止，總共受理50件災情，主要是路邊倒樹叢、失電這款民生基礎設施的災情，甲建築物受損。台北捷運早起6點也宣布講，風速已經到停駛標準，包括文湖線頂路段攏暫停營運，後續會看狀況恢復。透早到民眾要坐車說無車通坐。我看到的沒有人啊，沒有捷運，我到公車啊。新北淡海輕鐵甲三明線載運嘛暫停營運，各地攏有樹叢倒去、看板落去的災情。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我們的災情通報有32件，大部分都是路樹倒塌、圍籬或是電線掉落。風台持續影響北台灣，山區雨水是變變弱。新北三甲大壩溪水勢是猛國強，溪水中甲溪仔頂，新北市有風性鐵力範圍嘛正式擴大，包括淡水區、深坑區到10日早起8點，攏總19區鐵力1698個人。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看基隆，氣象署發布柑仔色燈號，有可能會靠11級以上的強陣風，海湧也已經超過6米懸。氣象署發布大鷹警示。也若是基隆的市區受一寡樹瓦斷去，也是鐵柱去互風扇甲飛去的災情。八威颱風的暴風圈已經籠罩了北台灣。那麼在基隆潮境公園，透過鏡頭我們可以看到大浪呢陣陣拍打着防波堤，激起非常高的浪花。根據早上的監測呢，知道這個浪高呢大概是7.2公尺，所以氣象署也針對北海岸這邊發布了巨浪告警。風台內條件公園花邊攏是純粹奇景，有時有強陣風。地質安全隊也派人佇出入口進行管制，真濟人駛車之外都愛佇遮滑頭。記者問是不是因真濟颱風也共款受管制？長華里安檢所表示，那民眾一定要挖緊，無聽可勸，恐驚愛重罰。避免前往岸際及從事相關水域活動，否則將依災害防救法第30條第1項，可能面臨新台幣5萬以上25萬以下罰款。強風雖然不是一直來，暗過也是出現。擋袂住風吹打起的椰子樹，樹花落在路邊，親像愛爛山災情。基隆市消防局到早起10點接到差不多41件，大部分攏處理好啊。目前基隆市並沒有重大的災情，包含路樹倒塌、招牌掉落，還有建物毀損，屋頂上面那個鐵皮被風吹那個。
今日12也是停班停課放風台假，路頂懸人車明顯減少，中正區早起554戶停電，按算中晝過後電對來啊。記者綜合報道。這hiệu熱宜蘭的大活動同晚祭，今仔日是因為風台無開，國內外這表演團體攏佇咧縣會宿舍休困。也若是台東享受滾兩個磚仔頭，是佇咧水枋山的黃石警戒區，將已經成有風性特例啊。不過是有真濟民眾無放心，早起閣走轉去順。台東向山區好休一個，部分連外車路有樹叢堵路，土石散佇路中。縣政府佇前一天陸續撤離山區的民眾，這個對英樹村人佔屬多，大部分攏去親戚朋友因兜。擔心雨勢會越來越劇烈，英勢村在10號其實就已經啟動了預警性的撤離，200多位的村民都已經離開了這邊。不過仍有零星的住戶還待在這裡，也有人趁着雨勢間歇跑回家裡查看。什麼時候通知你們要撤的？昨天就撤了，昨天就撤了。你忘記拿東西是不是？我們狗還沒有餵，我去餵一下，我的狗就準備下去。之前颱風你有下去嗎？以前有啊，今天沒有要下去。你有做防台準備嗎？做好了。市區早起天氣無穩，風勢雨勢無明顯，市場嘛有真濟大頭開門做生意。同晚節早起繼續休困，來自各國表演團體攏安排佇宿舍休困，真濟團員唔捌拄過風台，感覺真稀罕。Typhoon in Poland? No. Oh, that's why we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but everything is fine. We're watching videos from the festival, photos, and play games together. Very nice time. 南方澳情人灣早起風影慢慢變大，不過同款民眾去遐看影，雨傘是強要互風吹去。縣政府是持續加強管理警戒範圍內底民眾，已經開6張罰單，呼籲民眾講風台威脅真大，唔通過去海邊啊活動。記者綜合報道。講來到東部花蓮這邊，人上界煩惱的就是放山湖的狀況。萬里溪放山湖水位即陣是1078公尺，離滿墘也有8公尺，水量是已經超過7.5，目前當地繼續維持紅色的警報。八威颱風正在侵襲台灣東部地區，出現局部9到11級陣風，氣象署也發布巨浪告警，包含記者所在的花蓮豐濱一帶海面已經出現4到7公尺以上浪高。海邊捲起大影，海岸攏是水流茶，包圍風台接近台灣。東部的海象無好，靠海食飯的在地居民煩惱影響大，特別提早10天就停工了。全部我們的漁船通通吊上去的也有啊，固定啊。那浪很大，那個浪至少沒有幾米高啊，平常不會這樣啊。現在我們就靠海生活的，沒有像我們去海邊撿東西，有沒有？要差不多1個禮拜才能出去。除了沿海風勢愈來愈強，外界關心維持紅色警戒萬里溪放山湖溢流風險。目前林波水管橋水位懸1078.48公尺，離壩頂差不多8公尺懸，抽水量已經75.5%，而且依然在慢慢增加。那昨天大概是14.76萬噸，今天那個風雨最大是從中午一直到傍晚這個時間下雨，大概才能知道我們的那個淹塞湖的進水量它有沒有可能會溢流。萬里溪放山湖下邊也做好準備，包含新營里的林田山、林業文化園區，無論是不是保全湖，全部淨空特例。花蓮的林田山相隔一條馬路就是萬里溪的中下游，目前在比較靠近民宅的這一側已經擺上導流擋水板引流，而在西邊的另外一側則是擺上石塊做防洪加固。附近的萬景車站是攏無人，就連通行出入口攏無拍開。另外一邊花蓮火車站也同款人哩哩啦啦，東部幹線在中晝12點進前攏停駛。然後12點以後，北回線還是停駛，可是花東線、花蓮台東區間車有正常開始。旅客愛等到下晡開放花蓮到台東之間的飛對號列車。另外，萬里溪放山湖是不是可能在風台過後解除紅色警報？林保署表示，若放山湖在12或者是24點鐘內未溢流，無排除解除紅色警報。記者綜合報道。新竹的災情代替內灣線拜六早起，鐵軌路是去予山頂連落來石頭地着。內灣線長站，加在是因為已經提早全面停駛啊，所以講無造成意外。也若是尖石鄉第60線，是因為土石落落來，目前未通，當咧搶修。尖石5號的民眾特地去安全的所在。
一粒大石頭就安尼落在鐵基路頂面，山頂也有石頭直直連落來。這是新德關內灣線，八日早起因為風颱傳出落石頭意外，好在在內灣線全面停駛，才無造成意外。這2天的風其實並沒有很大，但是雨一直下，雨真的下得很大。除了聽到有火車、鐵軌有災情以外，其實我們路面常常有樹枝啊，對啊，一直掉落。在尖石鄉第60線也傳出土石崩塌，警方到現場抽封鎖線，禁止車輛通行，以免發生意外。警力到場封閉道路及現地交通管制外，也已通知相關單位盡速搶修。本分局呼籲民眾颱風期間盡量避免前往山區。撤離啊！你們要再帶你姑姑一起下去啊！公務針對尖石5方民眾進行撤離，到目前為止，攏總撤離122個人，就驚山區大雨造成危險。另外，在新德市市區某路樹雨風吹倒去，政府嘛趕緊派人去清除。總共接獲的災情有34件，那其中樹倒的部分有17件。那養護工程處總共派出17組人力，以及機具大概有17組。那目前已經有16件完成恢復。中度風颱巴威所帶來的風雨，各地攏傳出一寡災情。根據氣象署資料，巴威影響台灣的時間會一直到拜六暗，甚至禮拜日，提醒民眾一定要注意安全。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繼續落南來看雲林議論156縣道，今仔日透早5點外，是有一個65歲民眾騎歐多拜去互倒落來樹仔地條咧，甲在送病院了後是無介嚴重。也若是佇咧彰化，是半暝仔有透天厝着火，因為風真透，這火勢咧炭燒是真緊，也真加在無人傷亡。另外，也未少這樹仔倒去，也是停電的災情，工程人員當咧處理。救護車趕到現場，確認受傷的技術的狀況，趕緊送去病院。風颱來，雲林各地也吹強風。在11透早5點左右，這辛苦的雲林人騎機車經過雲林二輪156縣道三地厝往崙背路段的時陣，路樹向倒落，連人帶車互樹身跌跌落。好在在送去病院了後，無什麼要緊。協助脫困之後。那做一個包紮止血跟固定，那上擔架。那患者是一名女性，意識清楚。基隆話透公路一棟5樓透天面體11透早2點外傳出火警，因為都是風颱黴強風之下造成火勢，3到5樓攏竄出真高的火焰，警消趕緊去現場救援。我們在睡覺的時候，都是聞到那個燒焦的味道啊，才打開窗戶看看啊，結果對面都在火災啊。那樓梯厝啊，是毋是總有迄個電火電鎖啊？除了水分安尼風頭，真安尼倒燒拍電。因為鐵門伸鎖，我們使用的破壞器材將圓盤所以就將鐵門給鋸開，這樣子，可以進入撲滅主要的火勢。另外，彰化各地也有真濟件路樹倒去，親像彰化市永安街一個新起的大樓，頭前的自經樹仔倒去，佔用一個車道。在建國北路的這個路樹也出去跌到一部小客車。在供電部分，台電表示，因為配電設備受損，到早起9點為止，全縣總共是停電8713戶。主要集中在分園、員林及田中哈。那因為風雨持續中哈，那後續民眾如果有停電，那也請通報台電。台電彰化區處表示，因為目前部分地區風勢正強，已經動員繼續搶修，希望用上緊的速度，讓用戶弄電通用。記者綜合報道。南部早起雨也無介大陣，不過風真透。屏東牡丹池山是靠14級的陣風，是全台灣上強的。恆春的風甲海湧要11級以上。因那高雄迄邊受這落牌啊、甲窗啊落去，也閣有國小圍籬啊倒去的災情。台南迄邊受這看板放落來，也閣有這準備要辦普渡的宮廟，邊啊是掃甲哩哩落落，趕緊拆掉較安全。長影一寸一寸，線對海沙埔，封鎖的南灣海沙埔頂面是墩沙包，受到包圍風颱外圍環流的影響，屏東恆春半島早起出現11級以上的陣風，牡丹池山的陣風是14級，潮州往日下路呢，菜園的西望高鐵電火條頂面，和風吹來吹去。
好也去了，我唔知啦，我哋也未猜啊。啊是人咧講，我就趕緊來啊。路漂落落來，去用刷去頂仔卡內底，附近還有一個湯仔門坑。高雄市區雖然風雨無大，不過不時就會透強陣風。地勢行中一二路路漂到附近店頭的二樓湯仔落來，加載無人受傷。紅山五甲國小工地一片鐵片圍籬，雨風性甲砰一個倒落去，害民眾去驚到。昨天晚上比較嚴重，昨天晚上就其實因為我們住樓上而已，就有聽到說就是東西吹倒，然後還蠻大聲的聲響。泰魯落到規度卡，強陣風地勢出現二樓一棟大樓的泰魯落來，險險擊到民眾。若是高屏、台南海電路嘛有店頭的看板規地落來。可能較久啊，就是年頭就是攏會來檢查啦，可能一定有危險性。看下晡，若無雨無風，阮就甲擺落，哦安尼較美觀。啊若真正風倒頭，你擺啊就會損失更較大。報邊個線甲夾夾叫。布棚嘛叫風吹走去，南區縣立保安局周末舉辦普渡甲造就的活動，卻拄到風台作亂，強風致使邊個頂設備損壞。不過因為活動無法度取消，為着安全起見，廟方表示講會先按鐵架拆掉，下晡再閣看風雨的狀況調整，甲做露天舉辦記者綜合報道。LARP 是經北市辦演，未少人是認為講因穿甲奇奇怪怪，不過。對這個摕來耍的人來講，因是把遊戲內底角色帶來真實的世界，寫劇本、手工做服裝、道具場景，暫時脫離日常生活，體驗無同角色的人生。下午7點半，公視台記者青春咱的夢，帶大家來熟悉少年人的新世界。LARP 是實景角色扮演，為歐美發展起來。最近這10年，在台灣有愈來愈多有興趣的人，嘛辦各種的活動，規模是愈來愈大。像台北市每一年舉辦的龍山地下城奇幻市集，就是其中之一。開始上吧，上吧，小朋友們。3個字啦，吃大便。這是有魔法，但啥本得戲啊，嘿，很荒謬，嘿，還要講咒語，然後3個字的咒語，就這人就會體驗那個故事，會讓人拍的，感覺好爽誒。未少來耍的人初初是來體驗爾，後來有人佇咧 LARP 內底找到伊的生活方向，甲打造武器的興趣延伸做伊的夢想，甲這個工藝成做伊的工課來發展。接觸 LARP 是講，玩 LARP 的人對古早時陣物件較有興趣，我想講會使甲文化做一結合。我家己嘛介意，會使透過這個 LARP 的所在，會使去再推廣到較儕人會使熟悉手工的代志是做啥物。4個人而已嗎？好，4個人進去。每一年台灣規模上大 LARP 的活動，佇咧屏東的一間農場舉辦，3天的行程，劇本內底故事有超過10萬字，8萬點級的道具甲配置，是啥濟國內外有興趣的人來報名甲參與。初衷啦，想講要提供一個實際上的世界，互大家耍。因為台灣無，但是咱認為台灣應該要有。普段僕は仕事をしてるんですけど、休日こうやってファンタジーの格好をして、ファンタジーのキャラクターになりきって剣を振ったりとか、話したりトーキングしたりとか。できるのがもうとても楽しいです。LARP的精神，講一句話就是活出另外一個人生。你當體驗，你會當去好，去讓你去笑，嘿，就是去感覺本來的人生無法度體驗的代志。對我來講，迄是上重要的。在 LARP 內底，大家暫時脫離日常生活，進入奇幻世界，投入第二人生的角色，在交鋒甲互動當中，感受遊戲的世界。即嘛有更較儕人加入，嘛互實景角色扮演的奇幻舞台會愈來愈大棚。記者洪兆生、吳一修綜合報道。天氣報你知，做伙來看覓。北部地區27度到28度，中部地區27度到29度，
南部地區28度到31度，東部地區29度到34度，外島地區29度到36度。做回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您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聞，我是蘇眉，咱明仔載下晡3點再相會。